美国甲欧盟23举行关税谈判，也毋过伫咧开始进行前几点钟，美国总统川普刊文放调讲，自6月初1开始，要甲欧盟嘅商品来扣50%嘅关税，那连带欧美嘅股市主要嘅指数拢扯落去。I'm not looking for a deal. I mean, we've set the deal. It's at 50%. But again, there is no tariff if they build their plant here. 川普原本对欧盟所有商品扣20%的对顶关税，无偌久个宣布7月初8进前关税减价10%，方便双方进行谈判。毋过23医保就伫个美欧关税谈判特别展开前几点钟，川普佮雄雄发文批评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骗美国贸易壁垒附加价值税、企业罚款、非货币贸易壁垒、货币超重等措施，直至每年甲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2.5亿美金，宣布6月初开始对欧盟所有商品扣50%关税。欧盟贸易执委塞夫科维奇发文表示，欧美商品贸易是独一无二的，爱互相尊重，毋是威胁。佮讲随时准备捍卫欧盟利益。这项利空消息伫国际金融市场引起剧烈震动，美欧股市主要指数全部同步收乌。德国法兰克福指数、法国巴黎宽松工会指数落超过1.5%。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。